第6篇，故乡的可能。简金莲啊，5月节阁要到啊！遐个囡仔敢会转来看我？大家好，我叫可能啊。会记得伫我细汉的时阵，看到身躯边的油桐、樟仔甲茄冬，拢已经生做足悬大。因不时都甲因看到的风景讲互我听，讲伊看到山顶美丽的麻叶，伫正悬的所在雄雄冲落来，咻一下又搁飞起去，听着害我心肝抖一下。碰巧拢伫因的头壳尾顶跳来跳去，一丛搬过一丛，伫遐走相肉。若是天气好的时阵，天顶的云一片一片，慢慢啊飞过来，又搁飞过去，搁有微微啊风，一阵一阵吹来，真正是有够爽快啦！听着，互我足新鲜的，人嘛想要紧大丛，我要徛甲停停停，通好看足悬，搁看足远呢。日子豆豆啊过，远远的山头，飞来飞去的云，爱飞的麻叶，搁有古水的碰起，真正是足水的景致啦。还阁有规个大溪镇，阮嘛拢看会到啊！看到大汉溪的水流向东，为阿无边啊流到大柯坎，长长的溪仔水，亲像一条索仔，将遮的庄仔头拢甲捆做伙，绑嘛绑袂离。有时阵若拄着落雨天，就是洗身躯的时间啦。雨水一点一点滴落来，甲土粉、垃圾冲了了，每一片的树叶拢清气溜溜。雨停啊，伫迄边的山顶，嘛出现一条弯弯的坑咧。这条五彩美丽的桥，是毋是会当爬到云顶？看到的，敢会是无共款的世界咧？一阵囡仔，不管时嘛拢围伫阮的身躯边觅小吹，办公伙仔，撞来撞去，规阵伫遮佚佗。因无烦无恼，青春快乐的日子，拢有我咧做伴。有时若是拄着因郁卒、懊恼，有话无底讲的时阵，嘛会来坐伫阮的身躯边，豆豆啊讲互我听。即寡囡仔大汉出业，诚济拢出外去趁钱。敢若过年过节，才有闲通转来故乡看看咧。出外的囡仔，恁若是转来故乡，远远看到我咧开菊仔色的花，伫咧甲恁热手，就知影故乡到位啊！故乡拢无变，我想要互恁了解。毋管环境、时代安怎变，我拢会踮遮一直守护咱的故乡，做你去认真打拼。
我会一直伫遮等恁倒转来。抑毋过，恁敢会想着我咧？